多谢主约来看大家卖的消息。台中大家镇南宫这个妈祖进香长回銮的是发生集体冲突。镇南宫副董事长陈明坤，互人指控讲拍伤一个查甫人，因过陈明坤强调讲，当时这个查甫人啉酒醉，佮带一个囡仔挡伫新桥前，无要互人软桥骹，伊为了保护这个囡仔，只好出手甲杀。因过这个查甫人已经提出伤害告诉啊，陈明坤是讲爱告，回去告。 一个动手伫无爱查甫人，就是大家镇南宫副董事长陈明坤。伊对查甫人的后腰出手，佮敢若动手共杀，将大家妈祖回銮发生着集体冲突。穿白衫查甫人敢若是啉酒醉，挡伫新桥头前，宫庙人员是真不满。陈明坤雄雄对查甫人动手，穿白衫查甫人因为抱一个红儿仔无含口。 冲突嘛，互囡仔惊甲骂号。镇南65年次因佛教程序与镇南宫正副董事长发生争执，旋遭以正副董事长徒手殴打腹部数次成伤。大家嘛高工闭暝交警，伫最后一天爆发着集体冲突。警方调查，当时乱桥来到大家市区城隍庙附近的时阵，桥班和查甫人爆发着冲突。 事后，查甫人到派出所报案，指控陈明坤伤害。根据了解，当时查甫人抱红儿仔挡新桥，又搁无要互其他民众软桥骹。陈明坤为了要保护红儿仔，才会造成集体冲突，对方要告就来告。事后，庙方也用书面说明，讲对方因为有啉烧酒，而且伫挡桥进前已经有冲突，了后搁带红儿仔想要阻挡乱桥，才会动手。 这是庙方提供查案，查甫人伫挡桥进前发生冲突的画面，伊身躯顶搁穿新北市宫庙的衫。应该是是想要拜啦，大家拢做诚心的，这拢袂使讲像对像唔对啦。好啊，他有没有喝酒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啊那和陈明坤发生冲突的查甫人，伫画面上看袂出来伊穿插。 警方透露，查甫人毋是当地人，是坐游览车来大家接妈祖。不过，这两段画面翕到的敢是同一个人，警方爱个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